嗱，牆身日久失修，又或者經歷天氣冷縮熱脹咧，一啲質量普通嘅乳膠漆就會容易出現裂縫。咁所以油漆嘅柔韌性咧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會做一個實驗嘅展示。我哋預先將乳膠漆塗抹咗喺氣球嘅表面，一個就係立邦直水兒童漆，一個就係市面一般嘅乳膠漆。咁我哋陣間咧就會放氣，睇下個漆膜喺放氣嘅情況下，佢哋嘅表現係點樣啦。嗱，首先進行測試嘅咧就係一般乳膠漆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將個氣壓釋放啦。嗱，見到一路放嘅時候咧，基本上佢已經裂到好嚴重啦。嗱，你見到啲碎咧，基本上好似雪花咁樣彈落嚟啦。你諗下，如果喺冷縮熱脹嘅情況下啦，你屋企嘅牆身變成咁咧，咁都相當之嚴重噶。第二個進行測試嘅咧就係立邦直水兒童漆啦。咁我而家就開始放氣。嗱，咁你見到咧係完全冇碎跌落嚟噶，就算我撳佢啦、揸佢啦，基本上咧佢都係一體嘅。咁同呢一個嘅效果就完全唔同啊！你想象一下咧，喺天氣變化嘅時候，如果個漆膜係比較柔韌嘅，咁你牆壁有拉扯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可以 hold 得住，唔會咁容易出現裂縫。咁你嘅牆身就可以更加歷久常新，更加靚仔啦。